大家好，我係陽光仔，今日帶大家嚟到海怡半島進行全屋鋁窗維修同埋防漏工程。師傅到埗先會喺單位鋪上帆布，確保地方清潔。先講下鋁窗維修部分，可以見到窗鉸出現咗生鏽嘅跡象，膠邊都因為老化失去咗彈性。扣片都有輕微嘅生鏽情況，我哋陽光嘅專業團隊用一個價錢包換窗鉸、扣片、膠邊同埋手製。嚟到防漏工程部分，可以見到單位窗外嘅防水層因為老化而失去咗防水嘅功能，導致牆身因為滲水而出現咗裂痕。我哋嘅工程會先鏟走舊膠邊，塗上密封嘅防水膠，抿平防水膠到一定嘅厚度之後拉開皺紋膠紙，最後塗上透明嘅防漏膜。防漏工程完成。最後業主考慮到屋企有小朋友，決定加裝窗花，確保家居安全。工程完成。